心，天天开心，天天笑甲规下晡。阮的笑开是满仓库，剧情趣味是一步又一步，来又来又入来遮多，入来遮多，讲娶孙，爸娶囝，翁娶某，妹娶兄。小鸟你大听，阿公啊伫遮坐，阿婆啊真歹势，阿公啊对阿婆啊搁生一个宝贝，阿婆啊才知是阿公啊看天天开心，暗爽在心内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欢迎收看，天天又开心。今天要来讲的是网络陷阱。这网络的太济，真的。有的人讲哦，啊，有的迄个恐龙女无，恐龙妹，恐龙妹啊，家己放一张足水的相片，结果就去见面哇。哎呦，那一顿茶高酒，遐么分去啊？我即摆网络陷阱真济啊。我以为援交迄种嘛。少年啊，无聊啊。我就拄啊，种援交，我大家约个出来我见面，结果就带去你社。哎呦，进前一阵他叫无是仙人跳。仙人跳，仙人跳跳有气无要紧，进前这吼跳无气无大紧。本来甲伊讲吼叫用仙人跳，结果因男朋友带人要去掠，结果安怎了？真正女朋友去用起来，足无面子诶！伊来抓捕因女朋友。哇！代志严重啊！因女朋友叫捕到啥送病，才怎出外？代志要出外，系啊！意思讲假就好啊，你真是真做啊！对啊，假戏真做的。我是感觉哦，网络哦，这个陷阱哦，除了这以外，还有网络购物啊，对无？哦，迄相片大家拢就。逐项拢足好诶，用品牌啥物足水诶，结果呢，定定你钱若夹去了，我物件啥物拢无收到，啊若无收到就乌落木济。啊，前阵仔嘛有新闻啊，就女孩子嘛，伊嘛是网络交友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开服饰店，我甲你两个宅男熟识。啊，我很喜欢你们哦，啊，你两个就来我店里甲我买衫消费安尼。啊，其实我是无样要甲恁做朋友，用这种的方式安尼。真的。这查甫嘛去买衫，迄衫是查某的啊，查某。查某开服饰店。这查甫甲买迄衫，啊，查甫开钱来买安尼。作用之意不在酒啦。对。一直甲砍，一直买落安尼啦，买也无穿安尼。所以吼，这网络陷阱有够济，大家爱较注意。好看吼，也是看咱的轻松的点就较注意吼。对啦。我感觉啊吼，这几工做伙，我感觉伊个人哦真单纯，无先歹人。我讲，爱搁互一摆机会啦。从恁拢是当事者，啊是毋是要报警吼？恁家己做决定。有影吼？阿妹啊，等下。啊？妹啊，妹啊，你也才紧就来啊？你毋是讲马上这边来摕钱？我还未传好势咧。我对不起恁大家。无啦。妹啊，你唔通安尼，你起来，有啥物话吼，起来再讲。阿头哦，过遐坐咧讲吼，来。阿妹啊，你今日刚出面来阮遮，应该是有啥话要甲咱讲嘛？对，妹啊，你有啥物要去做你讲，我互你做靠山。坤啊，我看吼，你也是拍个较袂得情，点好啦。妹啊，有啥物代志，有啥物话做你讲？其实迄个查甫是阮哥啦。哥哥。我甲阮讲哦，为庄脚来到遮要找头路，啊，毋过一直找无啊，身躯的钱搁开了啊，想无办法，才会想讲用骗的。啊，你甲你阿兄两个拢遐尔少年，那是安怎会找无头路？因为阮哥才拄啊去互关出来无偌久，嘛就是更生人啦。头家一知伊去互关过，拢嘛毋敢用伊啊。
过，伊就疼我，搁想要保护我，惊我去互记记拄拄，所以找头路才会一直袂顺心。阮真正毋是挑工要骗君仔姑姑的，请你原谅阮啦。阿妹啊，我问你吼，正前迄民宿遐，迄5、6千块去用偷摕去，是毋是恁兄妹仔偷摕的？是阮哥偷摕的啦，阮哥甲偷摕来的钱寄转去予阿嬷。我甲阮哥自细汉都是阿公阿嬷带大汉的。阿嬷最近身体无好，需要用钱，所以伊才会去偷摕钱寄转去厝的。我知影阮毋对啊，我愿意负一切责任啦。好啦，即摆先莫讲遮个啦。你过来阮遮，恁哥哥知影无？毋知。你甲听看嘛，你甲听看嘛，我早就甲你讲哦，阿妹一定夸张的啦，果然不出我所料。你讲完我了解，你的作务我同情，我感动，我原谅你。煞袂？啊？哦。丽丽啊，你看这个代志要安怎处理？我是感觉哦，应该考验恁哥哥出来投案。妹仔的哥哥，妹仔的哥哥，你伫倒？好啦，无啦，拜托的啦。像你安尼囂，若去互妹仔因遐搁听着哦，伊无落跑才奇怪。会长，你的意思讲吼，咱要用较温柔的声甲叫，会知讲咱无歹意，若无收大声，伊会惊着会落跑安尼。有。哦，妹仔的哥哥。好啊。嘿，你吹人吼，着目睭挺有金，爱用目睭吹，敢若搁画要吵死。我即嘛是啊，目睭青眉啊哟。你毋是搁叫我用目睭吹，我著用目睭在笑你。好啦。奇怪妹啊！咱安尼哦，足真少咧找呢，找几哪位啊，都是找无恁哥哥是走去倒哈。我嘛毋知啊。像妹啊，你嘛毋好搁安尼为互恁兄哥看伫倒位吼，你毋要紧甲伊叫出来。无啦，我真正无为互伊啦，我真正毋知伊伫倒位。我看哦，无安尼啦，阮哦，你和会长吼去迄菜市仔迄边吼，搁找哦较斟酌的，我和妹仔哦过来大圳到迄边找，吼。好。妹啊，咱两个一组，你两个一组吼。得嘞。啊。我做这干嘛咧分配？无啦，我是讲安尼较顺啦。哎。好啦，大家都要咧加甲赢，迄是讲互你做大姊哦。无啦，我做大兄，你干嘛咧尔？反正好啦，你决定就好啦。你要搞咱两个一组啦。无礼无貌呢。你脚底你就行较紧的。会长。妹啊，行啦，过来迄边我找看，吼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我到即摆拢无消息咯。无啊，我看是跳工闭起来啦，毋敢出来见人。啊，这代志拢已经发生啊，离开敢有好？啊，毋过一个人上重要就是自尊心啊！心肝内这个结，你若无甲透开，你就是讲哦，搁较济原谅，嘛是无路用啊。生啊，人有找着无？会长，你安尼就毋对啊！人是恁去找，你问我讲人有找着无？煞毋知影吼，我含头家娘分开去找啦。我含棍也一组啦。找也无偌久，就等要咧挨忝嘛。我毋才会先转来。
无路用的卡笑，影是。你遐搞，无你去找，看你有当断偌久？什么动偌久？但是是你了找，什么叫我去找？喂，你这人连说爱心都无咧，敢出一支嘴呢？啊，你咧，你出什么？我安怎拢骗你较好啦？无啦，你代志，你麻烦，我知啊，我嘛唔知咩。好，拜托的好无啦，恁两个莫搁搭下啦，啊，毋着较点的，啊，想看有办法无？哇！哦，丽丽姐，我看恁两个这个表情，感觉无消息吼。系啊，找到一个位的呢，就是找无人影，足奇怪。阿妹啊，敢袂是恁哥哥走堂庄骹，才有咱找无人？我毋知呢。迄个妹啊，我讲，咱吼坐车来庄骹找恁哥哥吼。爱坐车，不过，我是好意啦，无别项意思，你莫黑白想啦。什么阮伫黑白想？是你家想济啦。啊对啦，阿妹啊，我看恁阿兄是挑故意秘起啦，所以才找袂着人啊。我看无咱就来报案，互警方去找，好无？阿妹啊，哥，天堂有路你唔去，地甲无门你弄进来，哈！自投罗网，我收棍。阿妹啊，是的啦，是哥哥对不起你，拢是我害你的。你嘛有毋对啦。各位，是的。阮兄妹啊，无应该欺骗大家，所有的代志拢是我计划的，甲阮小妹完全无关系。我愿意负起全部责任。敢做敢担当，安尼是对啦。啊，毋过哦，爱负啥物款的责任哦，是交警方调查清楚，因就会处理啦。是讲少年人，阮大家是足希望讲哦，你千万莫搁行歹路哦。糖糖啊，遐若整理好，来陪阿舅啉一下茶。好。哦，最近拢为着迄阿棍的代志，哦，无闲试茶啦，连泡茶时间都无。嘿啊，我嘛足久吼，无啉阿舅泡的好茶啊。嘿嘿嘿嘿。是讲阿舅。嘿。我感觉吼，即边这阿棍哥哥吼，伊嘛真衰吼。伊安尼为着这阿妹仔因两兄妹仔的代志，安尼受真委屈，真可怜呐。伊安尼互你受钱委屈咯？这拢伊是家己做得来啦，受钱委屈。啊，你嘛知影讲吼，伊着好心嘛，想要甲阿妹仔斗相共。啊，啥物人知影讲这代志尾会变这仙人跳？哦，你小拜托的，什么好心？伊的好心哦，就是讲哦，看会当甲这阿妹仔直甲骗咧面床顶的，结果呢，叫因哥哥甲仙人跳。我你讲啦，好多家在吼，到尾先发现啦。要若无吼，无发现，直直落去，毋知要开偌济钱咧。代志拢伊家了出来啦。嘛是有影啦，啊，毋过阿舅咱讲真诶啦，你也知影这阿公哥哥的个性吼，都是爱安尼拍妹妹啊，人一个遐人一个。啊，哎呦，你莫甲代志想到遮严重啦。那伊款的人哦，你有感觉有一支啊，敢若花蝴蝶，满世界打，敢若三老八十满世界打，敢若花痴咧，看到花啊就骗我，就饲鬼。我你讲，这条民俗本来人足淳朴的，敢若出这个啦。嘿啊，这个人哦，我甲你讲哦，真正不可为啦。好啊妹啊，我甲你讲啦，毋通在骹床安尼骂皇帝啦，查甫人若交话哦破家啦。啊若堂这查某人若交话，这咧亲家啦。全世界看看拄啊好，堂上关心我，上照顾我，上了解我。哥哥，虽然你安尼甲我学了，但是我嘛要甲你骂一下。你很卑鄙呢！安怎讲？你是阿咪伫门口偷听阮甲阮阿舅你讲话。歹势吼，我无秘咧偷听，我是光明正大咧听，而且我听甲一清二楚。哦，这个人上界无情。奸诈阴险卑鄙无仁义，对头到尾拢讲我的歹话，无一句好话，逐句都是吐槽。你安尼敢算我的兄弟啊？我甲你讲一个实在，我这个人吼有仁义，
忠厚、老实、父母啦。我甲你讲啦，好兄弟哦，才会互相吐槽啦。啊，你无听人讲，互相吐槽才会求进步啦。啊，好听好听，三房两厅，搁加一个乒乓厅。我甲你讲啦，地球圆的啦，小拄会当着啦。到时换你去用仙人跳吼，跳规间厝拢袂了了，我再来甲你笑。讲真个你是会足趣味的。我无你遐好运，感觉逐摆去抽签都抽到签哦。哦，要怎啊？啊那美术人要讨救兵啊，我代替你话。只好，只好。莫搁叫你叫要死哦！那我是阿妈棍生小安尼挖一个，安尼运动者说明你哦。袂用的。哎呦，阿姑好啊啦，你莫搁甲创治啊，足可怜的呢。我哪有甲创治？这事实摆伫眼前啊！我甲你讲啦，即款的人哦，一定爱安尼甲教死者啦，要若无哦，你想过生的，颠倒害伊。嘛是有影吼。来啉茶啦。不过，阮阿姑讲的嘛是实在话啊。啊，不过吼，伊这是为你好啦，吼，莫生气啦。来，啉茶啉茶。来，原来一斤2000的呢。对。安怎？你这一斤2000的我啉袂下，迄带胃病，我著搁食胃药啊。我即摆啉的拢算两的，一两5000的。哎呦，芳甘比好路熬。喂。啊，你不爱啉哦？袂个。这一斤2000你唔啉，你啉了5000的。我甲你讲啦，你若一两5000，你若啉的落后吼，我输你啦，你啉到这已经水吐出来啦。你别去对面，你找钱啊泡茶开讲，莫搁倒来。阮当时甲钱啊，毋知搁咧争啥代志哦，争袂赢人啊，生气我就转来哦。哟，镜头敢若搁要硬起来咧？你是讲安尼嘛好啦，你拢莫讲话吼，较要出来拢全你的声要吵死。哦。头家娘。何定啊？哟。认真啦。好。头家娘。嘿。我有一件好代志要甲你讲的。什么代志？啊，你明仔吼，因兄妹仔经过警方的调查吼，因所讲的话拢是事实啦。所以吼，检察官呢非常同情因的丈夫啦。啊，因阿兄虽然有罪吼，啊，毋过较轻啦。啊，若明仔呢，无罪啦。哟，嘿，哦，安尼哦，足感谢迄检察官呢，会当互因两兄妹仔哦重新的机会，啊嘛希望因两兄妹仔会当好好啊把握。明仔讲吼，即摆爱感谢恁棍仔啦。若毋是恁棍仔哦，安尼诚心诚意去甲伊感动哦，因兄妹仔是袂主动出来投案的啦。哦，听会长安尼讲，意思就是讲，是阮棍仔解救因两兄妹仔咯。若毋是去撞着恁棍仔吼，我看即件案件无遐尼简单就结束哦。反正吼，迄受害者的人会愈来愈济嘛，无一定呢。哦，啊那安尼，功劳拢阮棍仔的咯。哟。是讲棍仔，啊你别较拜托，毋通叫一地遐尼大地啦。啊，我含恁姊爷安尼一直咧甲你保守到遮尔啊久吼，啊你嘛爱讲一个话吼。那高人吼，免讲伤济话，你若知影我厉害就好啊。棍仔你要倒？我晓，我要来去路口找拄要犯罪的人，我来甲解救，互因走向光明，得到永生。安尼就够。免，我一定爱来。你袂安尼去。天天开心，天天开心。咱今日的俗语呢，就是人高是关公老爸，咱高是拿头得志。哎呦，什根本么意思？就差济。人高，别人高是拢迄款的人啊。啊，咱高拢是迄款的鬼啊。
就是讲哦，人看唔惊，鬼看哭个哭个对。对，你嘛真衰。我真正不爱跟你做朋友。对啊，反正咱两拢无熟悉。这摆你撇清啊！咱阮两个杯呢，今日咱两我们个今晚是好朋友介绍我咧。哦，你讲拢迄路拿头的士拢足赖呢，我会甲你害迄种迄个的。就无好。哎，真正交朋友爱说你，咱即阵嘛毋是迄种的，有一些演艺圈的朋友，啊，就是可能较实际，一阵嘛无工课，啊，毋是去熟悉一寡朋友，你要不要吸一根？啊，他那个烟就是有大麻，迄就是交到无好的朋友，甲你摕无好的物件互你。哎哟，啊，所以讲吼，你来学我，对，我做里长人好，我好的朋友交，歹的朋友也交，对，啊，好的咱交较深咧，对啊，歹的咱点着就好。点头之交的好。对啊，你选票毋才会济，对啊。喂，无啦，我想安尼这安尼，朋友在交配才会快。对啦，我是拢甲阮囝讲吼，咱袂用怪人毋好，嘿，但是你家己爱目睭天有金。比如讲，这个朋友你感觉讲，哎哟，伊可能会叫你咱来食一下啥物咧，吼，互你有迄种好奇心。但是呢，你一定爱家己爱心头了定，袂用去试，袂用去好奇的。对，安尼吼，家己才袂去用看去。尤其这我知影吼，拄头开始拢互你食免钱的。对，啊，互你食了，哎，掉掉呀，给你饲掉了。哇，你都真正对你去袂解散救伊啊，身体够歹歹。啊，拢无朋友对，啊，拢亲情拢无啊。对啊，啊你无钱啊，你就是要想方想忙，抢劫啦、偷摕物件，有诶无拢来啊。哎呦，你的人生都好有意。啊，所以交朋友真正爱吼。是啊，足要紧的呢。迄若交着歹朋友吼，你真正拄则咱讲的，一世人好友，啥物厝内哦，家破人亡嘛有可能啊。对，无性命都有哦。真的，所以呢，好朋友咱一定爱珍惜。所以你看时间安尼，咻一个30分钟就过过去啊，要搁甲恁讲再会咯。哎，今日咱天天又开心，就要奉劝大家朋友若咧交陪就咦爱说你。我一道，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毋惊受伤害。阮感谢，因为阮会愈来愈袂听凡事一半，世间乌白拢掺一半，烦心一半，非凡之后也是一半。